老师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大家好吼，咱的巴克咧已经讲到第4集，今仔最后一集啊今仔日要来看足侪间教会哦，而且老师搁特别去后壁即个花台要看觅即个花去倒翕的看觅这个花真水哦，看着真水，真水的花是伫对会当遮尔水，其实台湾足侪所在拢足水的咱今仔要讲的真特别哦，死人阁会讲话，你要安怎会当就是百年节了后，阁会当讲话会当互人纪念你是要留钱还是要留名安尼所以咱今仔日爱看到最后逐个就约着啊未？约着这什么所在花啊无？咱真简单的看到，这花就是伫开甲遮尔青、遮尔水，一定是无人行骹到的所在。啊，什么所在无人行骹到？当然有哪有人啊，遮的人拢顶石头来死去的人，讲死去的人，我的人就无爱来，啊，无爱来的花足水，啊，我伫遮有感觉讲，哇，我的人拢变石头。啊，那花拢变是我的，啊，这我的物件是上帝创造遮尔水，所以圣经内底有讲讲所罗门王伫伊上界风派的时阵所穿的衫，毋达着这花的一蕊，啊，我就体会讲这是啥物意思？人总是会过身，时间到就离开，毋过花一蕊一蕊在开，啊，世界就是讲运转。日月的运转继续，啊，咱要怎样来找求咱家己的生命？就是讲你穿较水水，要迄个追求迄个做水啊，做有钱做好嘢，还是要追求即个名会当互后什么你的后一代人纪念。后来咱来看巴克勒对台湾的好处啦，伊对台湾做偌济代志伊一项创立台湾福祥教会报，这项是大代志。虽然伊是一个报纸，无啥物路用，但是咱遮尔久的时间，注意家看，185年一直到今仔日，伊到底是咧创啥？伊会当讲包山包海啦，逐项都报。像较早讲。咱毋是知影讲有一个叫做铁达尼号嘛？迄阵咱台湾无报纸啊，拢还未人知的是，即张报纸就已经报啊。伊迄阵报当然是，互逐个人看有的字，啥物货是逐个台湾人看有，台湾人看有台湾字啊，台湾人看无中国字啊，叫做空字字啊，所以伊就用台湾人的台湾字。落去做报纸，来互台湾人拢会当看到。即款是佮甲台湾的迄款英语咱即摆足侪人拢咧学台湾话啊。其实你若要学要学的彻底，你就来看圣经啦。因为圣经内底甲本来的台湾话保存甲足完整讲甲足水气。虽然有一寡目前咱无咧讲，无咧讲，迄是小可部分。但是你咧对伊遐的词用词来讲，实在是足大的帮助这是对咱会当讲算互咱的一个好处，对台湾文化的帮助。是讲有一点仔无彩，就是后来改做华语，改做空主。后来就是1969年的时，因为政府禁止用迄个罗马字啦，然后讲罗马字袂使，讲写罗马字就是反对国家吧。迄阵毋知影该安尼想，我毋知啦。就讲你用安尼，就是要甲迄个甲大陆相像安尼就袂使。讲袂使甲伊相像，咱就爱甲伊无共款。因为主因的符合就是用罗马字啊。中国大陆啊。迄阵就安尼来反对讲台湾人袂使去用罗马字，并且禁止圣经没收烧掉，所有的有关
罗马字的文献，册啦，还是报纸，拢总爱烧掉，图书馆也拢无准。你若要爱得到，你来去外国的图书馆才有。是，所以这是伫外国找到的记录咱的。这是咱最近的代志啦。最近伊个有咱看伊，你看伊说明这的时国事声明的建议第一项来1975年个阮的合约，来个1977年讲人权宣言1990年个对于台湾时局的建言。个1991年对台湾主权独立的宣言，主要你看这像足简单足简单讲出这话的人，若毋是互人关，就是互人赶出台湾，袂当倒转来伊是冒伊家己生命危险来做，这少数的人，伊真勇敢，为什么敢安尼做呢？因为伊知影对社会爱有责任，就是讲爱讲老实话啦，毋免个对人安尼讲白菜话啦。迄阵因着较聪明，因知影嘛，因着勇敢家为着百姓讲出来。今仔日咱来看，因遮讲这话有啥物毋对？咱即摆人拢了解，因讲的是正确，甚至台湾今仔日的民主也是照安尼来做的。照因讲的安尼一步一步来做。所以咱得爱感谢伊这份报纸是对台湾足有贡献的一个报纸，毋空家袂记咧爱是重要的咱看的像无路用其实你久的时间以后，几百年后你甲看，伊是对台湾有真大的好处。真正的每年就是4大档啊。咱来看巴牧师巴博士啦，因为伊后来，因为伊做台湾的，伊翻译圣经以后原来跟他4个大学就互伊迄个博士的学位，因为会当甲一个语言旧约、新约圣经拢总甲翻译出来，这毋是普通人啊，这拢有博士的资格。所以伊是咱个巴博士，就是巴克的博士啦。伊是博士也是牧师啦本来伊是想要读心的，毋过有一届破病就入院啊，入院甲伊照顾的迄个护士，原来是苏格兰来所以伫1982年就甲迄个护士结婚后来。伊佫有做啥物代志呢？咱知影有一个甘伟林牧师有做一本下门话，我真爱互人看这本册，这本的下门话字典，伊佫甲这个字典修改，佫有甲增加一寡老狗的物件，拢甲伊处理好势，来是翻译新旧约圣经当然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来然后伊伫世间有食87岁，87岁中间有60年伫台湾，所以这个时间是真久伊的时间拢伫台湾，伊的梦也是伫台南，即摆伫台南，即摆你要看，拢嘛搁伫遐，其中57年任新乐院的院长，当然伊做院长的时阵，伊若放假等去英国，伊等去英国拢无管啦，无管真侪钱来台湾，去教室啦，去真侪物件啦。因遐个捌奉献1000块会当去足济，迄阵起厝不过100块就有啊。因为迄阵咱知影，真该看到人去买厝嘛，毋是伫议论遐买厝要做礼拜堂用嘛，是用100块买。100块，即文100万，佮起无一间便所。会当买一个店面厝是伊到82岁，临终就是讲特别结束伊生命的时，抑个担任着东盟教会甲太平间教会的议长。咱这两间教会咱知影这两间教会是较早有英国人的帮衬，因拢有去牧官来
来去教会会当甲一间教会因为较早拢2-3个人咧信耶稣啊。拄开始的时你若有10个人就算真济啊。当然真艰苦的中间，逐个人拢真无钱的中间来去，当然还有一寡伫社教师伫遐募款来做的一间太平间，所以太平间教会叫做马雅国纪念教会，因为马雅国来的时就已经开始是巴克的时起的。以前对巴克的以前已经开始。伊就已经伫旧老的时阵就已经开始啦，开始有迄个教会的成立，毋过也未有去教会啦。今仔特别来，我要讲即间叫做看世界教会即就是马雅国医生啦也是讲甘伟玲牧师啦，也是讲巴克的牧师啦，即安尼因3个人是毋是伫台湾算做咧亚经济？亚经济，咱看到第一粒的经济部嘅，这个是台湾人去的教会，看世界的教会啊。其实这有有一个见证啦，我大约来讲互恁听因为我迄日巴去咧牧师的墓要翕迄个墓地的时阵，拄好拄着这个。长老就是去即间教会，就是去即间教会一个长老，因的查孙就是因查某孙伫遐插花，所以就是迄个伊目前有是宣教师，有是传道者啦真拄好，互你遇着对我所以我较知影因即个就是查孙。卢牧童这个牧童长老，伊本来是咧台牛的台牛就是讲伊咧卖牛肉，甲一个日本人有共款咧卖牛肉，台南就是府城啦，府城干那因2个人咧卖牛肉，一个是日本人，伊是台湾人，迄个日本人想要甲伊拼倒，互伊倒安尼，因为生意拢会竞争，拢会竞争啦要甲拼倒。所以伊就祈祷牧童长老就祈祷讲我即摆讲教会需要去教会个伊就讲互我无安尼失败因为原来安尼淡啦咧甲人竞争有安尼淡真正上帝就互伊趁钱所以伊咧去教会就讲逐个人迄阵。看世界教会嘛是共款，拢也未有教会拢也未我要哪去，会友嘛无偌济人，拢嘛是几十个嘛是无啥物好嘢人对无？哪有钱，家己的厝都无通去，咱无法度人去对咱知影毋是讲伊足厉害啦是讲咱是上帝想要爱，上帝就有办法来爱啦。因为牧童长老伊讲，恁尽量奉献。买木管有啥物办法拢去摕来无要紧，若剩的拢总我负责。即句话真有力咯。无够的我总负责。要去即间教会无够，我总负责。大家放心好去，就家去起来。所以即个卢牧童长老卢牧童长老伊是安尼来做见证，来知影讲上帝。毋是，当然上帝是利用伊来去教会，毋是讲因为伊甲去教会，会使讲毋是伊的功劳啦，伊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讲啦毋是伊的功劳，是上帝用伊来去教会。因为上帝有办法啦，你若毋爱互用无要紧，佫有别人会当用的是安尼意思。对咱拢讲咱若会当趁钱的即个能力真正也是上帝稳定伊就真正甲教会去起来，佮甲钱奉献到新老朋友所以去即个教会这个叫做这边的台湾人去的教会台湾人的一间教会，算第一间台湾人去算做什么马雅国医师还是讲巴克利啦，因遐经济所带出来的物件。
所以咱特别来纪念。水迄个罗木洞，因为伊个墓哦，都是用教会种。我来看到迄个教会种吼，来注意着即个人。我个毋捌听过有教会种即种诶，但听过国家种。有了教会有哦，用教会礼来甲伊种吼，厉害。咱来看巴克个纪念巴克会。对，即个巴克个纪念教会吼，一个所在讲，为什么伫另外一间足悬迄间大楼也未起前间哦，即边间啦，即间就是巴克迄个也未起诶时间哦，这是后来起。对，即间吼为什么头前爱做一个圆圆呢？是啊，大家要看卖啊，即个有神对，为什么要特别做安尼呢？是有什么原因？有伊个用意，因为即间教会起，为什么爱有即间教会？因为迄阵台南新学院伫边啊嘛。个新老病院伫边啊嘛，中营路中也是伫边啊，中营中学也是伫边啊，拢伫东区即个所在，东门迄个所在啦。所以伫遮去教会，就互学生来做礼拜。中营中学也来做礼拜，中路做礼拜，还有就是因为新学生做礼拜，本地新学生。台南新学院学生若要做礼拜吼，因是爱去太平间教会，因为迄间太平间教会大圣有啦，就伫遮来去即间教会，是访因为巴克个牧师，伊虽然来台湾，有时有少年因的书记人，英国书记人，书记人首都就是爱丁堡。你若去爱丁堡，普拢会看到即个塔，即个亮灯啊吼。听讲这是一个山顶上悬诶。对，一个迄个关地吼，关地上悬诶所在。所以你足侪所在拢看会到。即个互人诶印象真深。巴克咧，就是咧少年即个所在诶特色，就是讲即款诶物件。所以甲即个形，甲摕来伫教会，去伫教会头前。正式东门教会，所以东门教会叫做巴克勒纪念教会。是安尼。巴克勒纪念教会就是安尼来。有神即个念。迄阵开始纪念即个圆圆的即个。就是迄个爱丁堡，这是爱丁堡的一个标志吼，一个关地所在的建筑。去爱丁堡就有印象，就有看到，就知影讲因就是现在安尼。咱来看巴克勒牧师的墓伫遮吼，即个就是啊。即个墓的后壁就是我拄则讲的罗木洞牧师，迄个罗木洞长老啦，我讲。长老。下墓离遮差不多5公尺尔嘛，离巴克勒牧师近拢是同时代的人啦。所以咱要来讲，死人要讲过呢。圣经罗马书10章15节，道无差派，就讲道无差派哪会传？圣经安尼写来讲，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热热尔水，热尔水。热尔水，咱等者来研究这热尔水是变哪？热尔水，迄个第一个音甲升悬起来，即款有特别的用法啦吼。来，咱看第二圣经的希伯来书11章4节，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即个信，伊还在讲话。因为阿伯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伊虽然死，上帝有讲一句话嘛，讲伊的话伫涂骹在向我讲话，因为开始阿伯的是因兄哥嘛，因兄哥伊讲我毋捌你啊，我知影阿伯是啥物人，上帝咧问伊讲阿伯走咧对伊就咧讲，上帝咧因伊讲。因为伊伫涂骹伊的话，阿伯的话咧讲话，咧甲我讲，所以讲走袂去啊！你太神小弟，你走袂去
死了，甲你讲诶，巴克咧共款，伊死了，伊所留落来一本圣经，继续讲话，继续替人讲话，还有继续报纸嘛是哦，报纸继续讲话，啊，伊所行过诶代志，啊，伊为什么要？因为伊知影人总是会死啊，啊，伊嘛是拢逐年拢准备要死。你看伊逐当拢爱签名，伊生日的时就签名，讲上帝啊，我要奉献互你，一直签，签到伊最后死迄一当，还搁咧签。因为伊毋知影当时伊会死，啊，所以逐当拢爱签。所以讲生命偌济呢，生命的济少用时间来计算，啊，生命价值呢是用来贡献来计算，伊所做的代志来计算，啊，对，迄个意思就是上爱你的是，诗人吼，迄个回倒回。所以人讲，生命无一定爱偌济，但是爱有价值，安尼对无？无话活到100岁，要做歹代志。无价值，无价值吼。所以咱今仔日台语教授要来讲这什么三连音。咱有一个三连话吼，三连话音，其实三连话音有诚侪款的读法。我小简单来讲一下吼，热你水，拄则咱一个讲何等美个热你水，热你水个嘛是会当讲热你啊水吼，会使啊，但是热啊，你看无相关对无？热啊你水，啊你若讲是咪个关起？第一音佮相关，就是安尼个会对。是第一音爱相关哦。相关啊，了个三字，啊你是毋是讲吼，佮较相关。所以讲爱相关的字吼，其实毋是讲爱作者啊，就是讲字三是毋免升啦。啊，若讲第一音啦，啊是讲第五音啦。第七音啦，第八音啦，这拢爱升，这拢爱啦，拢爱相关啦。伊有文法，伊这有文法伫咧。比如说你若讲水，水是第二音的免升啊。水，哇，这个人水，这个人化妆甲水，你看是毋是水免相关？对，所以说，迄是第二音。第二、甲第三、甲第四音毋免升，其他拢爱相关，啊，就对啦。水啊，我讲水的啦吼，就变水啊。水啊，就普通的变化尔。水啊，水的第一音变第七音，第一第二音啦，水是第二音，啊，第二音就变第一音，水，安尼就好。好。安尼观众朋友学会晓袂？这叫做什么音？三连音。三连音三连的，就是讲有一个连的符号吼。三连音。好，安尼观众朋友会晓啊袂？会晓的人爱记家己饲一个赞吼，相信今仔有来听的人吼，你拢是。希望家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对无？继续来支持吼，咱的节目哦，你的节目呢，希望老师老师来希望会当用台语来讲安那，会当来讲家己的故乡的保存吼，安那来讲。遐花真水哦，这个我的背景呀。水，咱的朋友有来哦。多谢观众朋友吼，美秋明辉嘛，佮有你可能无写你的名伫遮诶吼，真欢喜吼，也当看阮伫空中再会吼。安尼今仔日咱有讲到爱留名，有留名爱记家己饲一个赞吼。安尼后礼拜一个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伫澳洲1点10分，做伙过来讲台湾的故事，也是你有啥物？好听的故事，有你的故乡的，还是你有想要听什么故事，你都会当写来，互阮知影。这个节目是台湾新教会林老师跟泰国的科目
基金会联合主持的好，安尼咱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后日是啊，这个时间继续再会，平安。应该。